一般建筑结构简单，施工期短，建造成本低廉，给人以亲切安宁、有天有地的感觉。它的舒适度、方便度和……老板，我想跟您请个假。又去跟朋友吃饭啊？昨天是特殊情况，您不要介意。我没介意啊。那你说你为什么要请假？最近要参加毕业会考了，如果不能及时把学分修满，我就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。所以我报了一个晚间补习班，想要突击一下。最近每周3、4、5的晚上可能不能送您回家了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只是你那么晚去上课，还有公交坐吗？没事的，下课晚的话可以让晨晨送我。哦。没事的话，我先出去了。哎，你等等。你那个补习班还有名额吗？不知道，怎么了？我在想，不然我也去听听课什么的吧。您开玩笑吧？你去当讲师都委屈你了。哎，你看我工作这么久了，难免商业气息过重，是时候该回归课堂去感受感受了。我可以顺便帮你去看看那个补习班，到底合不合格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哦，没什么。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啊，你去忙吧。一般建筑结构简单，施工期短，建造成本低廉，给人以亲切安宁、有天有地的感觉。它的舒适度、方便度和健康。哎，你们2个男生在干什么呢？站起来！不想听我的课可以出去，别在这里扰乱课堂的秩序。不认真听的人才应该出去啊。这么说，你认真听了？你们2个男生在干什么呢？站起来！不想听我的课可以出去，别在这里扰乱课堂的秩序。不认真听的人才应该出去啊。这么说，你认真听了？很遗憾，这位同学，请你先出去。我们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啊。他就是顾川吗？对啊，那接着他就是那个德勤很强的顾川。我们继续讲独立住宅。好帅呀！上课呢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